母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做啥物代志爱互相参详者，莫咧大主大意嘛。你看，你看啊，这啥物报纸啦？啊，看甲大片，我都知影的哦。这2工啊，你咧怪怪啊啦，哈，变啥把戏啊？你看甲大片啦，啊，写甲安尼啦，我亲戚朋友同事看到，大家安那想，我见笑死去了。敢若出皮计划就好啦，我逐工爱出你面的。母啊，啊你即摆安尼毋讲话，啥意思？你即摆代志做啊，你即摆毋免我的话，准拄啊好啊，哈？讲话啊，你咧做敢对啊？你安尼伤超过哦！你哪会当甲母啊讲话讲安尼的啊？阮母啊，恁母啊，啊，你啥啊，哈？我来应征的啊！应征？好，你是看报纸要来应征做阮母的新妇的对无？啊？毋是啦，我毋是要应征做恁新妇的啦，我是要来应征做使用人的啦。使用人？这恁兜是毋是31号？拜托的，你字迹反有对无？阮这字迹是30项1号，啥物31号30项1号哦。好佳哉，毋是即间。安尼歹势，我找毋着吼，安尼我要来转来。对，我甲你警告哈，对恁老母讲话较客气的，做人囝儿吼爱较有效的，知影无？哼！小等下，你嘛足奇怪了哈！你贼较恶人呢啊！我甲你也无熟无识，亲门大户咧管阮家内事啊！我看袂做啦，安怎？妈，歹势啦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歹势我找毋着，我来走啊吼。毋是啊，无咯，迄落，做你走啦，母啊！阿妈，你会晓结婚啦？母啊，你啥啦？母啊！哎呦，老东西啊，想较开咧啦，莫安尼啦。也佫甲安怎讲哦，嘛是家己的囝对毋对？唉，我知影啦。就自从哦，恁老的过身了后哦，你安尼守寡，抚养即个囝，也安尼哦，可怜哦，寂无完，住一间厝遐大间。你甲想看觅，你早暗嘛是爱甲恁囝2个安尼见面对毋对？你哪就安尼甲伊老气着啦？莫啦，莫阁生气啦，你甲想看觅。你安尼哦，家己安尼激，家己安尼气，气甲安尼死糊糊去，安尼敢有价值？我毋是家己激甲气甲死糊糊去，我是挑工伫甲伊赌气的啦。伊安尼逐项话拢毋听我的话吼，我这是假的啦。假哦？是讲吼，莫啦，假嘛无假甲遐成，搁甲安怎歹，搁甲安怎好，嘛是你的囝，对毋对？唉，母啊，医生我送等你啦。母啊，你莫安尼啦！我知影我不好啦，我应该听你的话。母啊，我母。你莫安尼拄啊再砸死人好毋好？哎呦，杜金婆啊，你安尼吼真正无死吼，硬翕死啦哈！好啦，你若吼无爱看恁这缘投面的这个囝吼，安尼规气吼叫缘投包出外口啦。你叫伊搬出外口住？安怎？我即间厝遮大间，我家己一个住在遮，是要互惊死去哦。妈，歹势啦，拢是为着我的代志才害你昏倒，歹势是你啦，我毋是故意的啦。缘投的，你有看到无？人的贵妃啊，是一个装卡起来的装卡查某囡仔，你看，伊个是要来遮做帮佣，误打误撞才找到咱遮来的。人咧讲话吼，都会晓讲即款话啊。怎么你做我的亲生囝的人，逐摆讲话都伫咧激我。哟，你也做贵妃啊？嘿。听讲你是来这应征要做帮佣的哦。是啊。无安尼啦，规气吼，来我干妈店，吼，来遐斗3工，我甲你请。就是你哦。好，先取笑伊安怎啦？你请伊去过来干嘛店？我要安怎？你来看，煮饭我会晓煮，扫涂骹我会晓扫，顾店我会晓顾。我知，你看伊水我知，枉费讲我缀你遐尼久，我即摆已经了了啊！你即摆阁还记我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
看你安怎着好啦。你是咧闹翻天？你这别人讲咧讲迄，你就知影我就，毋是迄啦，你我都乌白想。我是想讲吼，啊人迄吼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无亲无情无依无我，啊来咱遐，咱嘛算做善事，对。啊讲遮咧讲嘿，我看吼杜金婆啊，你规个印象袂歹，凡世人后摆哦，要互因杀做堆嘛无得空，对无？有影，嘿啦，老公，喂，你有爱我无？当然嘛有。好，行，倒来困。好，困啊！这，莫安尼啦，都时常定定安尼咧七早八早咧困，害我这个骨骨疏松症拢袂好，哈哈。啊，对，迄个几位啊？嘿啊无吼，我决定来我上班啦吼。好，谢谢。什么生一天做我，天进这边用啊对。哎呀！有流咧上公车，上公咧有流。来，甲你看啊，算笑啊。我哪毋知你是算啥？嗯，我即摆是咧讲，你敢已经决定好啊？啊？哦，你讲你要请杨贵妃来咱遮斗做事。决定啊啦，决定啊啦。哎呦，你逍遥哦！啊，你甲想看觅，咱点啊遐细间啊，生意也毋是咧偌好啊。啊，这么讲哦，咱两个翁仔某蹛顾店就有够啊，搁请一个人来蹛咧斗无用。啊，你逍遥哦！哎呦，老差别啊！哦，知影吼，毋是我咧爱讲你啦。啊，人迄个查某囡仔人吼，啊无依无我，啊无亲无情，啊甲老咧咱是差到倒位啊？虽然讲哦，咱迄个倒金婆对迄个杨贵妃袂歹，但是你也想看觅啊，伊咧缘投的哦，对伊敢若无什么兴趣咧。啊，若即个情形看起来，若要互因两个结婚哦，我看哦，足困难，足困难的哦。哎，查人你是捌啥？我咧讲啦，啥物代志吼，都爱用大脑小想咧，莫聊了就无可能啦，哼。哎，你逐项代志讲我拢无用大脑。我当时哦，我家己的时阵，我若无参就讲安尼哦，安尼出来外口安尼加减啊做一个小生意，今仔日感觉这么大间，哈？哎呦，有人哦，你安尼好命啊，逐早起就去拍拳头。哎呦，去拍太极拳，这讲你两句啊！哎呀，嗨你啊，哟啊，喊价，这叫遐济啦，车子啦。多谢。啊，我安尼要来恁遮吼，啊伫咧巷仔头遐吼，就听到恁两翁仔遮伫遮伫咧搭喙鼓，佮搭甲遐大声。嘿喏，啊，就都讲拢为着。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无啦。哎，海了姐，啊，恁感情遐尔好啊？当然咯，人感情偌好诶，汉尼来จิ้一个。哎呦，我看到恁两个翁仔安尼感情遮尔好哦，啊，都互我想起着过身迄个老的。啊，即摆若讲要得的吼，安尼会当甲我搭喙鼓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唔知，你今仔日来遮要创啥？煞毋知阮这贵妃啊，讲要来恁遮感觉顿食头路，啊，我首先先出来遮了解一下环境咧啦。对啦，海了姐，假使讲吼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你就尽量吩咐啦，因为我都较少年啊，较毋捌代志啊，啊，搁有吼，若有初档的工课啊，我拢会做的哦。安尼好，啊，贵啊，嘿其实咯，我这原来真单纯啦，无啥物坏啦。啊，就吼，这汤啊鸭肉啦，边啊鸭肉啦吼，啊一时加这吼排，啊透早吼小扫拼咧吼，若迄落过几10万，我这吼，甲你教安怎点位，安怎进货安尼啦。哦，扫拼。啊，有算盘，海了姐，喂假使讲吼，你若进回了吼，我就替你算数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对。逐项代志你拢会做，这小的代志吼，你莫甲我插，迄小我甲伊插着。哦，互伊插小爱会好。迄若阵啊讲趁100块，互伊暗50，恁总毋则出50万尔。免啦，小我甲伊算。哦。好啦，啊无安尼吼，明仔来上班啦，吼。决定是决定，是真好啦。也毋过一个上重要的问题还未讲咧吼。啊，看当一个月薪水是要甲拍偌济？啊，到底是要食家己，还是要食恁啦？哦，这哦，就照一般的行情哦，若趁就讲哦，初来1个月月薪是12000块啦。啊，若食吼，中昼迄顿食我啦。啊若困哦，则困我啦。无啦，我是讲哦，若无当困，则来困遮啦。困哦，阮遐有咧啦。好，啊无就安尼决定。多谢。
早，起床啊吼。嘿啊！迄落我早顿吼拢把你传好啊。哎哟，你若遮尔敖啦，啊早顿搁穿甲遮尔澎湃哦。无啥啦，我敢若煮一下糜咧尔啦。啊，迄吼酱菜吼，迄是去巷仔口迄酱菜摊有哦，去遐买的啦。哎哟，真敖哦！七早八早安尼早顿甲煮好啊。母啊，啊？搞早搞早。那哦，母啊，啊？你骹手搁好哦，哈。恁母啊，当会行会走，啊，搁煞来爱人使咧，骹手免讲嘛好。毋是啦，母啊，我是讲较早吼，啊你拢无法度安尼像这即个时间，就我度穿规道的早顿啊，啊今仔个我度穿啊青草着。我甲你讲啦啊，咱今日即早顿毋是恁母啊传的啦，人个是贵妃啊传的，你会知哦？你看遮尔伶俐的查某囡仔吼，搁有人毋捌报啦，对无？也袂晓甲神起来。哎哟，母啊，你莫逐摆安尼，逐工咱两个若见面哦，你着拢咧讲即件代志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吼，这缘分，我会豆豆找，我毋是无咧找啊，对无？吼，找喏毋找，敢若狗伫咧找狗咧，找遐久也找无。紧食啦，紧食啦！都伊煮的啊，伊煮的咩？母啊，啊你即摆是拍算真正要甲伊豆豆免住咧咱兜的哦？你无听恁海里啊，一直咧讲要叫伊去因干仔店甲伊斗3工，啊伊是出外人呢，啊怎么咱去厝内面看看咧啊？10几间房间对无？啊咱一间仔互伊大是有甲倒位去哦？好啦好啦，啊你代志吼，你家己决定好就好啊啦。毋过我先甲你讲啊，尽量莫甲阮两个牵做伙哦，吼。啊，当要带啦？钓鱼啊要带，啊，毋食饭。哎，哎呀，毋是你煮的啊，我要你食的落啦。